呢個係舒緩呢一個坐骨神經痛嘅同埋梨狀肌嘅繃緊。首先坐定喺個凳度，但係坐直收腹，唔好挨喺後下，然後打橫個腳係四字腳咁擺喺隔離個膝頭上方，唔好攝埋去，腳眼過咗個膝頭，吸氣，呼氣拉長脊椎後，先至由個肚扭過去，後邊個手踭向天花板。膊頭就向前拉埋個膊頭，專注呼吸，吸氣脹肚，呼氣放鬆。可以嘅話，你將另外個手搭住個大髀內側，輕輕地撳一撳低佢，好想佢形成一個四字腳。專注下呼吸，感受下你而家曲腳嗰邊嘅梨狀肌伸展緊。然後慢慢返回，吸氣拉長，然後呼氣放鬆，輕輕擺低，然後轉另外一隻腳，打橫下，腳眼過咗個膝頭，四字腳我哋叫做下，先吸氣拉長脊椎先，呼氣收肚，係啦，由個腰扭過去，後手踭向天花板，膊頭向前。再吸氣，呼氣，手可以將你曲腳嗰個大髀輕輕撳低，然後專注呼吸，吸氣脹肚，呼氣放鬆，感覺梨狀肌伸展，係啦，然後返回呢都係拉長嘅腰，舉高手。吸完氣，呼氣放低，係啦，調整自然呼吸。如果喜歡呢段片嘅同學們，係啦 ，subscribe share。